你嘅移民清單真係足夠嗎？囡囡學校註冊，狗仔疫苗注射健康證明，香港物業放盤，預約搬屋，海外新居裝修，轉車牌，安排好小朋友狗狗，安排好衣食住行，係咪仲有嘢需要計劃呢？阿女移咗民，我以後點算啊？阿爸阿媽有咩意外，可以揾邊個幫手呢？阿女移民之後，唔知習唔習慣呢？兩老而家仲行得走得，再遲啲仲可唔可以獨立生活？有排都冇得見孫仔孫女，佢哋以後仲記唔記得我㗎？日後佢哋有需要社福服務，我喺海外可唔可以幫手申請？第日有咩唔舒服，可以揾邊個幫手啊？要點樣同佢哋傾後事安排？要點樣話佢知我個後事安排呢？理想生活長者照顧計劃透過5場工作坊，向長者同埋護老者講解預設照顧計劃嘅重要性、晚年生活嘅照顧方案同埋社區嘅照顧資源。預設醫療指示包含啲咩？財產同照顧安排相關嘅法律程序，以及如何按心願規劃身後事。社工會幫助長者同護老者以尊重長者意願為前提，雙方一齊共識照顧目標及方式，令大家都安心放心。為咗方便身處不同地方嘅家人聯繫，理想生活長者照顧計劃亦推出線上預設照顧計劃平台，長者同護老者可以喺平台上填寫同更改個人規劃手冊，讓護老者可以隨時了解長者嘅最新意願。喺討論預設照顧計劃時，我哋會包括人生回顧及整理，透過回顧過往人生同訂立人生心願清單，了解自己嘅人生價值，有助及早思考自己將來嘅意願及晚期照顧取向。法律及財務安排，喺仍有精神能力嘅時候，及早按個人嘅意願安頓離世後嘅財務安排，可以避免日後家人之間嘅爭執。安頓好財務後，亦都建議列出各項自身財產安排於財務文件清單，以便親友作進一步嘅跟進。嚴重疾病或晚期照顧，了解當出現特定疾病、健康明顯轉差、患有認知障礙症時，有需要接受嘅治療。唔同疾病有唔同嘅發展軌跡同埋惡化速度，可以因應病情而作出唔同嘅醫療同埋照顧決定。預設醫療指示，以書面方式記錄嘅文件，列出自己喺特定情況下唔接受邊一啲維持生命治療。預早計劃可以確保自己將來所接受嘅醫療護理方式能夠按照自己嘅意願進行，更可免除家人喺自己徘徊生死時，仲要代為作出決定而承受精神負擔或者意見不一。後事安排，了解同埋表達臨終、離世地方、殯葬安排嘅意願。交託的人，預早積極及主動地思考晚年照顧、治療方案同埋搶救安排、法律、財務等意向同埋價值觀，同時亦要向身邊親友表達，交託俾信賴嘅人執行自己嘅意願。其實我哋之前就已經透過耆康會了解過乜嘢係預設照顧計劃，亦都填咗耆康會俾我嘅個人規劃手冊，諗好咗自己日後有咩事呢，要唔要急救啊，遺產點處理啊，喪禮點辦啊？但係呢啲咧就唔知點同個女講，咁啊知道耆康會有呢個計劃咧，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參加，亦都可以有機會幫我哋訂立遺囑。所以咧，我同太太同埋個女咧一齊都參加咗。其實我同先生一家人幾年前咧已經移民咗去外國，咁但係始終唔放心爸爸媽媽啦，所以咧依家我都要喺香港度照顧緊佢哋。咁爸爸同我講咧，耆康會有呢一個計劃，我見到可以了解到社區入面唔同嘅照顧長者嘅資源咧，同埋嚴重疾病同埋晚期嘅照顧選擇，加上仲有平安三寶等等嘅資料。咁就同爸爸媽媽一齊去參加咗啦，都好多謝耆康會嘅社工咧，一步一步咁樣同我哋做一個預設照顧嘅計劃。中間我嘅仔仔都有一齊參與添，我哋了解多咗咧兩位老人家嘅人生啦，同埋佢哋對照顧以後嘅事啊各樣嘅安排咧，都有佢哋嘅諗法。咁其實咧討論咗就真係好重要嘅過程入邊咧，了解到佢哋做每一個決定嘅原因，更加認知到咧未來需要尊重佢哋嘅意願嘅。我特別欣賞咧耆康會有一個網上嘅個人規劃嘅手冊，
就算未來我哋去咗外國之後呢，爸爸媽媽對呢個預設照顧計劃嘅諗法改變嘅話，都可以同我分享，我就隨時可以了解到佢哋最新嘅決定。